Hello，大家好。喂，二家数码资產在香港真是越來越 hit， 但有個問題，公司盤數到底要怎麼樣入先準呢？精彩，我們就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HKICPA 他們份最新指引，同大家一起拆解下這些新嘢盤數究竟怎麼搞。OK， 我哋即刻入正題啦。個核心問題其實就係咁，香港嘅數碼資產市場，哇，發展嘅真係太快啦。但係啲會計準則呢，就仲冇有專門嘅條文去跟。咁結果係點？就搞到好多公司手頭上揸住啲 crypto 啊、stable coins 啊，都壓晒頭，唔知盤數應該點入。所以呢，我哋今次就係要供大家搞翻清楚呢條數。好啦，今次我哋會點樣行呢？首先呢，我哋會睇睇個大環境有咩挑戰，跟住呢，就會拆開加密貨幣同穩定幣兩種唔同嘅嘢嚟睇。之後我會教大家用一個好有用嘅工具，叫做決策樹，帶大家一步一步行，做個分析，最後當然唔少得做個總結啦。好，第一部分，首先要問嘅係點解呢個會計問題喺今時今日會變得咁重要、咁切身嘅啦？嗱，呢個呢就係最棘手嘅地方啦。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即係 HKFRS， 根本就唔由一套係專門為數碼資產而寫嘅。所以呢，你要明白，會計師公會份指引其實唔係俾一個新答案嚟，而係教我哋點樣喺現有嗰一大堆準則裏面，好似玩整煎攤遊戲咁，抽絲剝繭，揾翻啲啱用嘅原則出嚟。好，我哋先由淺入深，由簡單啲嘅概念啦。講嘅就係大家最識嘅加密貨幣。OK，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解釋委員會，即係 IFRS Interpretations Committee 嘅講法，有3個 checkpoint。第一，佢必須係數碼或者虛擬嘅；第二，佢唔係由政府或者官方機構發行嘅，唔係法定貨幣；第三，呢啲係最關鍵嘅，就係你去持有呢一樣嘢，並唔代表你同任何人有一份合約。換句話講，係冇人簽你任何嘢嘅。所以呢，只要你決定咗你手上揸住嘅嘢係符合頭先講嗰個定義嘅加密貨幣，咁之後條路就好好行噶啦。基本上得兩個可能性：第一，如果公司持有佢係為咗日常業務買賣，當商品等炒，咁佢就係存貨。咁如果唔係呢？好簡單，其他所有情況，例如你係打算長線持有嘅，佢就會被當作成係無形資產。係咪好直接呢？好啊 ，crypto 嘅部分相對簡單直接，但係我哋一轉去講穩定幣，哇，個 game 就完全唔同玩法噶啦，成件事複雜好多。點解穩定幣會咁唔同呢？原因好簡單，因為好似嗰啲同美金掛鈎嘅穩定幣，佢哋背後通常都有一個好明確嘅發行機構，而且最重要嘅係，佢哋會同持有人建立一種合約關係。例如，發行方會承諾你係可以憑住個穩定幣換翻美金嘅，就係因為呢個承諾，呢份潛在嘅合約，令到佢哋完全唔可以再用頭先講嗰套簡單方法去處理。咁點算好呢？唔使驚。會計師公會都諗到呢個問題嘅，所以佢哋就佔咗個好實用嘅分析工具俾我哋叫佢做會計處理決策樹。好，大家係睇住呢張圖，呢個就是我哋今次嘅攻略地圖啦。你可以見到佢有一個最核心嘅問題開始，然後就好似玩緊嗰啲文字冒險 game 咁，根據你嘅答案引導你去唔同嘅終點。OK， 我哋依家就跟住佢一步一步咁行，睇下最後會去到邊個位。嗱，嚟到第一個，亦都係最關鍵嘅分岔路口。我哋要問嘅第一個問題係：你想收嗰個穩定幣，究竟算唔算係一項金融資產呢？你嘅答案將會直接決定你之後要行左邊定係右邊條路。好，咁咩係金融資產呢？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即係 HKAS 32，金融資產可以有幾種唔同嘅定義啦。但係呢，應用喺穩定幣身上，我哋最需要關注嘅其實得兩個重點。第一，佢本身算唔算係現金？第二，佢係咪代表有現有份合約權利，可以憑住佢向其他人攞翻啲現金？
好，我哋依家假設如果你嘅答案係 C，我哋向咗左邊條路，判斷佢係一樣資用資產，咁個決策樹嘅下一步就會問得再仔細啲啦。OK， 既然佢係經用資產，咁佢又可唔可以直接當通現金利入賬呢？根據會計準則，現金呢個 term 唔單止係指影子同現仔咁簡單，佢必須係一個廣泛被接受嘅交易媒介，亦都係呈分財務報表用嚟計數嘅基礎單位。老實講啦，一個穩定幣要符合晒呢啲標準，個門檻其實係非常之高噶。而演到呢，就衍生出一個好關鍵嘅概念，到底咩先算係一份有效嘅合約呢？個重點就係呢份條約係咪有法律效力，可以強制執行？如果發行方同你之間嘅權利同義務只係口頭講下，或者喺文件度寫得模棱兩可，咁呢喺公會嘅角度嚟講，就好可能唔算數噶啦。所以你見到啦，你嘅判斷過程絕對唔係一個簡單嘅 yes no 問題，你係要做足功課，真係好似偵探查案咁，由睇白皮書開始，到分析法律條款，再到理解清楚個贖回轉嘅每一個細節，每一步都好重要，絕對唔可以懶。好，我哋而家時光倒流，翻返去第一個分岔路口。頭先我哋行咗左邊路，假設虛而家調翻轉，經過你深入分析之後，你認為嗰個穩定幣根本就唔符合經用資產嘅定義，咁我哋又應該行邊條路呢？就係右邊嗰條路。嗱，行到呢度個揾法其實就好說色啦，基本上就同我哋頭先講加密貨幣嗰陣一模一樣，翻返去最基本嗰兩個分類。如果公司持有呢個穩定幣係為咗日常業務買賣賺差價，咁佢就係存貨。如果唔係呢，例如公司係名住長揸或者有其他特別用途，咁佢就會被歸類為互認資產。好啦，行完成個決策說，嚟到最後嘅總結部分啦。咁行走咁耐，究竟有啲咩事最緊要、最需要帶落大嘅呢？如果你今次聽完，淨係可以記住一樣嘢，我希望就係呢一句：處理數碼資產嘅會計問題係冇標準答案，冇 one size fits all 嘅。你絕對唔可以單憑佢個名叫穩定幣就假設要點樣入賬，你必須要逐個 case 去分析，穿透個表面去理解佢背後嘅實質係啲咩。最後俾幾點非常實用嘅建議大家。第一，記住要做足盡職審查，全面評估所有條款。第二，要理解清楚合約嘅實質，而唔係淨係睇律法形式。第三，呢個過程需要你作出大量專業判斷，係冇得逼嘅。第四，如果自己唔肯定，就一定要揾律師或者專業顧問幫手。最後，如果你作出嘅判斷對成份財務報表有好大影響，記住一定要喺附注度披露得清楚。OK， 我哋今次嘅分析就到呢度，但最後我想留翻個問題俾大家一齊思考下：當科技同金融創新嘅部分真係越行越快嘅時候，我哋正義勇敢嘅呢套會計規則，佢哋根基其實係幾十年前定落嘅，咁佢又係咪真係可以跟得上去應付一個越嚟越數碼化嘅未來金融世界呢？呢個問題值得我哋每一個人深思。